今个人有关系话题，要来关心买演唱会门票，千万要注意，唔通互人骗去。像讲天桥李玟头尾人高档，伫咧台湾要搁一届开演唱会，新历6月21，特别伫咧台北小巨蛋表演。结果有无天良的人看到买奖买无票，就哪里用电脑画图做假 QR code 电子票券，真好打，也搁加伫咧主办单位人面册公开伫咧卖。本来一张门票卖2200块，2张卖3600，到一个查某买奖买到了后，发觉无对同，一个问才知讲，原来这场演唱会根本就无咧卖电子票券，去甲丢卡顿地，赶紧报警察。警察趁双方约见面，准备要买卖时，当场掠人。 天后李玟出道25年，凭伊的音乐，互真侪人拢变做伊的歌迷。今年6月底要开演唱会，门票一个开始卖，就疯抢了，真侪歌迷拢上网络求门票，想袂到变做歹人的目标。 为了这场演唱会，李玟翕宣传相片，佮专工用21年前的造型，歌迷拢足期待的。现场的查某人真是要去看李玟的演唱会，伫伊的官方人面册顶下看到一个姓屈的查甫人讲，伊的手头有门票，开3600块买2张电子票券。等去厝的感觉票怪怪，就打电话去问主办单位，结果人根本就无卖电子票。 嫌犯互受害者的假电子票顶的干那一个 QR code， 无其他的图，也是商标，看起来真简单。现场的查某人随报警，配合警察，把这个姓屈的诈欺犯给约出来，顺利给抓起来。他在那个 FB 的主办官网留言说，如果有需要购买票券的，跟他联系。这个是嫌犯自己在网络、在电脑上 绘图制作的，为了避免有歌迷互人骗去，官方网站顶的佮特别加写警告的标语，强调因的票拢是实体票，希望演唱会会当顺顺利利，莫佮出现其他的争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